大家而家試下擘大隻眼，維持10秒唔好眨眼。嗱，堅持住唔好喐，唔好眨。係咪覺得前3秒隻眼就已經好乾、好刺痛，甚至流緊眼淚呢？你平時返工嗰陣長期開冷氣，又長時間對住部電腦，放工又耷低頭撳手機，咁你就要小心啦。你對眼可能就已經入咗沙漠化嘅狀態啊！最新醫學數據發現，香港係全球眼乾症發病率最高嘅城市之一，每3個人入邊就有1個人中招噶啦。你以為眼乾症只係隻眼乾乾地，咁就錯晒啦。正常人每分鐘眨眼15次，分泌眼淚水去保護隻眼。但係當我哋全神貫注咁樣望住個 mon 嘅時候，眨眼嘅次數就會暴跌60%，即係每分鐘眨得6次眼，等於你硬生生將對眼暴露喺冷氣房，等緊啲眼淚水同埋油膜蒸發晒啊！長期落去，你對眼唔單止會經常眼紅、怕光，嚴重嘅話，眼角膜仲會因為缺乏眼淚水嘅保護而乾到磨損，甚至發炎、潰瘍，令到你嘅視力永久受損。到時真係滴幾多眼藥水都冇用啦！唔想對眼咁早就報廢，而家即刻就要用20-20-20護眼法則，每次睇熒幕20分鐘就要望下20尺外嘅遠景，維持20秒，俾個眼放鬆一下，同埋要有意識咁樣眨幾下眼先得。仲想隻眼要睇到嘢啊，咁就唔好等個視線開始模糊、眼角膜磨損嘅時候，先至開始嚟保護隻眼啦。